咁介紹呢個樓花之前咧，我首先想介紹一下我自己。咁我本身喺香港咧就係做獵頭工作嘅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幫一啲嘅大公司、大企業、大品牌去揾一啲嘅專業專才。咁我最叻係啲咩咧？最叻我就睇市場趨勢啦，做一個市場分析啦，同埋做一個精準嘅配對。咁我覺得咧，賣樓同埋揾工其實都係一樣嘅啫。你揾工揾樓，你都係需要睇市場趨勢啦，你都要睇數據分析啦，同埋你都要做一個好精準嘅配對嘅。咁希望我過往嘅專業技能今日可以幫得到你，可以揾一個心水嘅靚樓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即刻入去睇下，究竟呢一個會唔會係你嘅心水推介？我哋入去啦。咁今日我同你講一講咧，就係個地段啦。咁我哋睇一睇個樓盤先。呢個樓盤咧就喺正咧102 Avenue 夾 City Parkway， 2分鐘咧就行到去 SkyTrain 站。咁我哋就係喺呢個 Surrey Central Station。落樓嗰條馬路咧就係 Central City Mall， 無論你買嘢啦、食飯啦、去銀行都好方便。再見到咧就有 SFU 個 campus 啦，就喺正你附近。咁所以無論學生啦或者啲嘅教授啦，佢哋都需要租地方住嘅。所以租務嘅需求咧就會有保證啦。成個配套咁完善，又有 TNT， 又有 Shopper， 又有 Walmart， 咁你覺得呢個地段會唔會係有升值嘅潛力呢？你自己諗一諗啦。頭先我哋講完個樓盤位置，我哋而家咧就要講係個發展嘅潛力啦。102 and Park 咧究竟有幾吸引呢？我而家就同你哋去分析一下啦。呢一區咧10年咧就已經係吸引咗140億嘅投資，發展係快到追唔切嘅。有16公里嘅新嘅 SkyTrain 線啦，就已經落實咗啦。交通方面我哋唔需要太擔心。Surrey City Centre 咧嘅人口咧，我哋估計咧係會爆升嘅，去到2040年咧一定會突破係100萬人口。需求亦都會更加大啦。再加上就係 SFU 成個校園啦，佢起正喺隔離嘅啫。學生人數係會升到28,000人。你哋會諗到嘅就係無論租客啦、教授啦，佢哋都要租地方住嘅。所以租盤咧，我哋唔需要太有擔心。另外咧就係有160萬嘅平方尺嘅商業空間啦，就正等於有21個足球場咁大。未來配套咧亦都會好齊備。落街咧，我哋行去 SkyTrain 站咧，只係需要2分鐘嘅啫，唔揸車咧都可以出到downtown，就非常之方便。Central City Mall 啦，同埋 SFU 啦，都喺你附近。無論你返學啊、買嘢啊、睇戲啊、去 TNT 啊、Walmart 啊，全部都係正你周圍附近，就樣樣嘢都會有。再加上個投資門檻咧，亦都可以好低。回報亦都好快啦，3年嚟就可以差唔多回本噶啦。你之後嗰啲咧都叫做正賺。另外咧就係政府嘅基建推動啦，未來嘅升值咧空間咧亦都會係比較大。如果你係越早入市咧，你就賺得就會比較多啦。你呢一區嘅發展嘅成熟，供應有限，越遲買咧就只會越貴嘅啫。如果你哋對呢一個樓盤係有興趣嘅咧，咁都係一樣啦，聯絡我。成棟大廈咧係高44層樓，出售嘅單位咧就係得9樓到43樓，所有嘅樓層咧都係會有 studio 啦、1房啦同埋2房嘅單位，而3房嘅單位咧就淨係得9至到16樓嘅啫。而最頂嘅一層咧就係44樓，係住客會所嚟嘅，擁有超靚嘅景觀同埋豪華設施。再睇翻成個設計啦。大廈入口咧同埋停車場咧都喺102 Avenue 呢度入去嘅。地下嘅停車場咧全部已經做晒 EV ready 噶啦。大部分嘅單位咧都會包埋咗個車位啦同埋 locker， 所以日常嘅生活咧都會好方便。至於會所方面啦，我哋8樓咧都仲有一個會所嘅，分別會有健身室啦。會有一啲工作嘅空間啦，因為方便大家落嚟去做嘢啦，或者係讀書啦。我會有一啲嘅 entertainment room 啦，亦都會有一啲嘅戶外廚房啊，俾你哋去做一啲嘅 catering 啦。同埋有啲小朋友玩嘅地方嘅。44樓咧 mainly 咧都係做一啲比較私人嘅宴會廳噶啦，會有 lounge 啦，又會有酒吧啦，一啲比較係高級嘅設施嚟嘅。基本上住喺呢度咧，你唔使出街咧，你都可以享受到一個好 high class 嘅生活。我自己就好中意上44樓啦，唔知你自己咧又最中意喺8樓啊，定還是44樓咧？
今次102 and Park 咧最主要針對投資同埋出租，咁所以一啲嘅 Junior One Bedroom 啦同埋 One Bedroom 嘅單位咧就會最特別搶手。咁而家我介紹一個咧就係 C2 Plan 嘅一房單位啦，室內面積咧就係490尺，空間咧都幾實用，啱晒啲單身貴族啊、年輕嘅專業人士啊或者學生。咁呢類單位咧就其實最容易出租。租金嘅回報咧，亦都比較穩定，市場嘅需求咧，亦都會係幾大嘅。咁啊，投資回報方面又點樣計嘅咧？呢個單位啦，就售價係45萬，首期我哋只要俾15%，即係67,500蚊嘅啫。貸款方面咧就會382500，每個月供款咧就1800幾蚊到，加埋啲物業稅啊、管理費啊，每個月嘅總開支咧大概都係2300蚊。咁啊，呢一區而家嘅租金咧就大概係2000蚊，咁即係話咧，你都好似要補貼咧就300零蚊，但係你要記住，租金咧同物業價值咧其實係每一年會上升，通常咧3年左右咧就已經回本㗎啦。咁啊，再加上 Surrey 市中心咧人口係急增，發展嘅勢力咧亦都係比較強勁，咁啊供應有限啦，未來嘅升值潛力咧係有保證嘅。投資如果你投資得啱咧，租金長期 cover 到你嘅成本咧，幾年後咧個價值係升翻上去咧。轉手咧，你就已經有一賺㗎啦。咁啊，頭先講完一個一房單位啦，咁而家我就講一個兩房單位啦。咁102 and Park 咧，其實唔單止係適合投資嘅，咁咧自住一樣咧都係好正。咁啊，如果你係兩公婆或者一家三口咧，咁呢一個 F2 嘅兩房單位咧就啱晒你哋啦。室內面積咧就804尺，間隔亦都好市正，空間感亦都係非常之十足，住得亦都好舒服，我都覺得幾實用。咁啊，地點方面就更加冇得輸啦，樓下2分鐘就到 Skytrain 啦，過條馬路就話 Central City Mall。咁啊，買嘢啊，或者去同啲小朋友玩啊、食飯都樣樣嘢都好方便。咁啊 ，SFU 間學校就喺正隔離，咁所有嘅生活配套其實都唔錯。咁啊，再加上呢一度嘅管理費咧，其實就6毫3紙咧一個平方尺嘅啫。而一個咁靚嘅地段同埋咁齊備嘅設施嚟講咧，開支都算係合理。咁呢啲兩房單位咧，唔單止咧就自己住得比較舒服啦，將來你想轉手或者放租咧，個市場需求咧都一定會有嘅。咁你哋就可以諗下，究竟係需要啲一房啊定兩房啊，咁甚至乎3房嘅，咁我哋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。咁啊，大家睇完個樓盤啦，中唔中意先？我而家咧就同大家咧總結5個重點：一、價錢好；第2，升值潛力高；第3，發展商 mark 行；第4，唔使擔心租盤；第5，治安環境陸續改善。大家如果中意呢一個樓盤嘅，聯絡我，呢度有我嘅資料，揾我ECK姐，我帶你一齊去睇樓。如果你中意我呢個 channel 嘅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啦，拜拜。